台湾手苗天坛秉持着处治社会、回馈社会、关怀清寒家庭以及培育优秀人才的理念。自民国84年开始，连续27档发送清寒奖助学金，予咱市国中、高中以及小学，就是鼓励伫逆境中悠然不断学习学生。办理至今已经有5万名学子受惠。等日即天，副市长戴谦、市员陈一丁、柯志春、立法委员王定武服务处副主任林建兰，也拢来到现场为学生鼓励。从小学到中学到高中呢，所有得奖的这个得奖学金的所有年轻的朋友呢，表示恭喜这个表示您的成绩真好，才会当领到这个奖学金。所以呢，是不是为自己拍手一下？集团为信众所捐赠的钱，咱来帮助咱的囡仔，咱学业成绩表现非常的好。咱今年我最欢喜的代志就是，咱今年所颁奖的同学比旧年要加10几个人，非常好啊！因为以这个台湾少子化的情况之下，没有咱这个东西未来国家的，我那个读这种国家未来的主人翁，会当讲国家将来啦，30当后、20当后，爱靠大家人努力争取台湾的一片天，好不好？同学，好不好？今年清寒奖助学金总共有122间学校，991位学生得到奖学金，总计颁发出364万7千块。台湾手苗天坛结合信众爱心捐助，将善心传到社会各个角落。台湾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